行政议会昨通过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正草案，先增加一张100人的专章。这届修法是12年来上大的调整哦。劳工团体嘛望讲，未来在制定司法的时，劳动部会当来加了解民间团体的意见。 为了强化劳工的安全卫生保障，行政议会28通过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草案，会含请立法院审议。其中新增加1张霸凌专章，嘛强化源头防灾，加强承揽管理，提高最高限度的罚款。要求业主将工程，如果你采平行分包给各个不同的厂商的时候，应该要指定其中一个厂商负责统合管理业务。如果各个厂商在层层转包到下包商的时候， 我们这次的修法要求各个大中小包商都要共同负起防灾的责任。这届职安法修法隆重修正23条，是为2013年专门修正以来上届大幅度的调整，希望进一步降低职业灾害，并提升友善的职场环境。劳团表示，劳检行政院通过职安法的修正草案，暗过嘛点出，草案当中这张霸凌专章，也是定义依照事业单位利用权势职务关系的不同对待，比起性别平等工作法，明确写出劳工伫执行业务的时阵，拄到任何人不法侵害，是有精彩定义较无明确。职场霸凌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是雇主，不一定是同事。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，它还是定定在这个事业单位里面。所以，比如说顾客或者是合作的这个厂商，他如果有发生这种霸凌的这个事项，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相关的这个规范。 杨思伟嘛进一步表示，等条文伫立法院审议3读通过了后，后续中央主管机关伫定相关处罚是一大观察的重点，是是不是有法度落实武法的关键。也建议定处罚的时阵，劳动部应该参考，也是听取民间部门、劳工团体意见，才袂背离基层的诉求。记者采访报道。